生態池咧引嚟咗好多關注，亦都有保育團體表示希望政府唔好破壞澳門稀缺嘅濕地資源。更加有網民喺網上表示希望政府立即停工，拎住標語遞上請願信，要求民署即刻將龍環葡韻嘅填湖造池工程停止。民署最近喺龍環葡韻建造5個生態池，唔單止令到環保人士擔心會破壞原嚟嘅濕地生態，更加有網友自發喺社交網站上組織咗關注小組，特登嚟政府總部請願。嗰個科研報告啦，同埋加上環評報告更加冇啦，咁亦都係完全冇市民嘅諮詢參與啊，或者係即係團體可以俾意見啊。咁其實我哋覺得咧，既然有爭議，一個又影響嗰個景觀咁重要嘅工程咧，其實我哋希望咧就可唔可以先停一停，哪管你係停1日或者2日都好。關注小組一再向民署要求先暫停工程，再將環評嘅科學數據公開。而目前網站嘅關注人數已經超過1000人大關。咁對於民署早前拍心口保證話填湖造池係百利而無一害，陳俊明亦都提出反駁。民署嘅團隊咧，包括我自己在內咧，做生態已經30多年啦。我哋希望咧，大家都要相信我梁冠峰本身做生態呢個過程咧，係全部都係成功嘅。唔係話單靠即係個人嘅一啲經驗啊或者專業咧，去話我定落嚟呢種係最好嘅。咁其實我哋要有個科學論證，邊一種對嗰個自然嘅人為干預係最少，必要係咪唯一呢種方法？治理水污染會唔會淨係純粹係用呢個築生態池嘅方式？會唔會有其他呢？咁除咗向特首遞交請願信，關注小組亦都會喺23號開始向居民派發傳單，並且喺星期6喺龍環葡韻舉行簽名活動，將保育行動延續。司警破咗一起販毒案，拘捕咗一名31